完球嘅時候呢都陽光普照㗎，不過呢落到嚟男子100米欄啊，咁就開始係落緊大雨添㗎啦。咁講一講線道先。咁我哋呢就香港嘅欄王啊鄧漢星呢就係排喺第8線㗎，咁但係呢佢今次比賽呢嘅決賽嘅時候呢就冇跑到，咁淨係跑咗初賽嘅啫。咁另外呢，就係兩位廣東嘅選手呢，就係嚴旭同埋係尹晴啊，咁就係分別係排喺第5同埋第6線㗎。咁呢位呢，就係香港隊嘅運動員啦，梁家希。第3線呢，就有盧毅峰，咁係香港隊運動員嚟㗎。咁亦都係咧香港嘅青年紀錄嚟㗎。咁第4線呢，就係有中華台北嘅郭文斌。第5線啦，就係來自成都體育學院㗎，呢個咧就係嚴旭，83年出世嘅啫，咁都仲係好年輕㗎。呢位呢，就係亦都係來自成都體育學院嘅尹晴。第7線香港田徑隊沈植禮。嗱，咁講一講呢，就係啲外隊嘅運動員嘅成績先啦。咁郭文斌啦，第4線啊，佢呢就係就讀呢個台北體院㗎。咁咧喺台灣嘅大學運動會啊，已經喺100米欄呢係5連冠咁多㗎。咁另外呢，就係兩位啊來自成都體育學院嘅同學啦，咁分別呢就係第5同埋第6線嚴旭呢同埋係尹晴㗎。好啦，鏡頭影住呢一位就係香港青年紀錄保持者啊，盧毅峰。好多選手呢，其實都會選擇戴隱形眼鏡去參賽嘅，但係盧毅峰呢，不嬲都係習慣要戴住眼鏡去比賽嘅，有少少好似中國100米嗰個胡海咁啦，佢就有眼鏡非常之清啊。好啦，咁比賽開始咗啦。嗱，見到呢第2線啊，呢位呢就係我哋香港嘅田徑隊運動員啦，就係梁家希呢暫時領先。咁但係呢，而家就係有中國嘅成都體育學院呢，就係尹晴呢係領先緊，遙遙領先啊。而首兩名衝線嘅其實都係中國嘅選手嘅，兩位都係嚟自成都嘅，分別係第6線同埋第5線嘅尹晴同埋嚴旭嘅。好啦，咁呢個鏡頭影住啊，就係尹晴啊。時間呢就係13秒83，緊成4-5米㗎。係啦，我哋由正面再睇過啦。咁尹晴呢過欄嘅時候呢，壓欄壓得好靚㗎。咁而我哋今次比賽啦，呢個場地紀錄呢就係由劉翔所創㗎，咁就時間呢就係13秒74。咁今次呢，尹晴嘅時間呢就係13秒83啊，攞咗第1㗎。咁第2呢就係有嚴旭，第3呢就係香港田徑隊嘅梁家希。